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，这是发生在宜兰市的富隆路，在昨暗9点外有一间工厂发生火灾，而且阁有听到爆炸的声音。因为这个厂房伊的后壁就是徛家，所以代志发生的时阵是传出有5个人掉伫内底，消防人员是赶紧去救援。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后面的铁皮已经全面燃烧经搜救结果初步有2楼有5人受困已经自行脱困。因预防性的送医有壮围91跟东山91送4大1小至阳大护医。看到这受困的民众呢，伫厝边的协助之下是顺利来逃生，意识嘛真清楚。也毋过呢，这人哪像就是去输着高烟去互砸着，所以是先送病院来检查。也那这导火的地点是一间甲徛家合并的铁的工厂，初步判断可能就是因为烧拍电，才会引起火烧的意外。消防局是派出4个分队去抢救，过程当中有听到爆炸的声音，加在落尾呢是顺利伫暗时10点半左右来拍花。